其實我哋都喺預算案裏面有撥錢俾佢哋做咧，就係做咩咧？做呢個科學科技學習。除咗學習之外咧，就包括一啲課外活動、一啲體驗。咁咧就喺教育局咧就亦都推出一啲計劃，鼓勵佢哋咁做。譬如喺預算案裏面咧，我哋就提出咧，就我哋揾咗幾間內地大嘅科技企業啦，騰訊啊、阿里啊，呢個另外仲有香港嘅 SenseTime， 就攞埋佢哋嗰啲產品同埋佢哋提供嗰啲技術解決方案咧，就去到學校咧同啲細路仔示範，俾啲細路仔試去玩。咁咧，我哋希望咧就喺啲小朋友喺細嘅初段嘅階段咧，有機會接觸呢啲嘢，就希望啟發到佢嘅興趣。咁喺社會氛圍度咧，而家都多咗啲家長咧，就鼓勵啲仔女讀理工科嘅。內聯外通係我哋其中一個重要嘅一個工作嘅方向啊！亦都我哋嘅資金自由流動，冇外匯管制，港紙同美金掛鈎好穩定。咁所以喺吸引國際資金嚟嘅時候咧，我哋係有吸引力、有個優勢喺度嘅。另外一方面，除咗資金咧，就係人才。咁譬如剛才我哋講人工智能嘅發展，人工智能嘅發展其實最關鍵，除咗算力諸如此類，其實就係人才嘅啫。咁人才當然內地好多人工智能好叻嘅人才啦，好多工程師。但係我哋亦都見到咧，喺外國咧有唔少華裔嘅好優秀嘅啲人才係樂意回流嘅。咁我哋希望咧就香港可以成為一個平台咧，呢啲回流嘅人才，我哋留佢喺度，留佢喺香港。我都去過好幾場咧，就成幾百個一啲活動，亦都有啲細範圍、啲深入啲嘅交流。佢哋自己都話俾我哋聽嘅，即係今年嚟到嘅時候咧，佢哋覺得香港成個市面旺咗，嚟嘅人外國客人多咗，連啲金融機構嚟嘅都多咗。第二咧就係我哋個股票市場呢幾個月又比較旺啦，所以整個氣氛咧亦都積極咗。咁喺嚟嘅呢班人之中咧，除咗一啲係資產管理、財富管理啊、家族辦公室之外咧，有啲基金經理嘅。而基金經理俾我最深刻嘅印象咧，就係佢哋驚執輸啦。今次點解話驚執輸咧？就係之前咧早2年咧，因為地緣政治嘅種種原因，佢哋喺佢嗰個投資嗰個組合裏面內地同我哋呢一個區域咧，總嘅嚟講係低配嘅。咁而家發覺，哇！啲息出嚟喎，原來內地個科技咁勁嘅，再加上咧內地，房地產市場嗰個之前佢哋擔憂嘅問題又處理得唔錯喎。地方債呢個問題又似乎係呢個可控嘅範圍之內喎。而國家亦都提出消費、促消費，推動個經濟發展。呢個第一。第二咧，除咗促消費之外咧，生產出口繼續努力，而生產出口繼續努力裏面包括內地嘅企業去到境外佈局佢嘅產業鏈、佢嘅供應鏈，呢個咧係另外一波提升內地嘅經濟發展嘅力度。第三方面咧就係內地係非常之歡迎外國嘅商界去內地投資。大家見到呢一個高層論壇，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咧。今次我都去咗喺北京，係好多美國公司去到嘅，歐洲公司、美國公司去得好多嘅。咁咧就大家都係比較積極正面，所以呢幾樣嘢加埋咧，可以咁講咧，就成個氣氛咧係轉咗過嚟咧，就係對於投資內地、投資香港係積極正面咗好多。宏觀啲睇咧，就第一咧就你見嚟緊供應喺政府賣，就算係賣住宅用地咧，我哋都好謹慎嘅。好謹慎，咁咧呢個係希望穩住市場嘅預期，就係未來個供應，特區政府咧係會密切留意市場嘅情況。我哋做咗個地咧，我哋唔急於即刻要賣，而係按市場情況咧就有秩序咁樣推出嚟，俾個市場可以消化。第二個咧就係我哋估計咧嚟緊咧，隨住個息口趨向穩定，甚至開始減息咧，個樓宇購買個興趣會翻嚟嘅。我哋呢段時間，譬如招人才啊，
都嚟咗18萬啊嘛，嚟咗18萬人才咧，好多時初嚟到都係租住先啦。咁我相信有部分咧會轉做係購買力嘅。咁喺政府嚟講咧，我哋係希望個市場比較穩健、平穩咁發展啦。喺目前嚟講都係風險可控。